似乎都係反反覆覆偏遠嘅格局，但係偏遠得嚟我就唔建議睇得太淡住，即係呢啲位置有冇必要去翻到好似講緊上年去到19,000幾嗰啲位置，要睇到好淡啦，要跌落去跌好多咯。咁我覺得就未去到咁悲觀住嘅。外圍方面嗰個經濟狀況當然壓力比較大啦，咁所以你睇恒指成分股入邊係同美國經濟敏感度高嗰啲，譬如講創科嗰啲咁穿晒位添，嗰啲就小心啲。但係你如果講緊整體 overall 指數上面啦，咁個問題就係講緊呢一刻個市場驚第一方面美債，你就全世界都關事㗎啦。咁但係你見到呢段時間講緊有其他國家嗰啲股市上面破位啊等等，一個原因啦就係講緊成個經濟復甦動力未想象中咁差。但係內地方面咧，近期有好多跡象就係顯示緊，因為特別過埋黃金週之後，因為大家見到人流狀況啊各方面嚟講明顯地轉差咗。譬如你喺香港上面都見到內地旅客都會有嘅，咁但係同黃金週比起上嚟之後，弱咗好多。其實你睇翻海外市場，日本啊好多唔同地方上面都係一樣有個明顯轉弱嘅狀況喺度。咁但係問題就係過咗旺季弱，又好似理所當然咁。咁所以個嗯反反覆覆嘅狀況啦，咁呢個係最令人哋人心惶惶嘅狀況。但係你話講緊去到講緊上年年尾嗰啲時間，年中年尾嗰啲，即係接近第三季尾嗰啲時間，係恐慌性拋售嚟嘅，人踩人咁樣踩落去。咁但係個問題，而家係咪有個咁嘅條件形成呢啲恐慌性拋售咯？我覺得機會不大，咁所以呢啲位置我反而覺得比較擔心，就係講緊，喂，大家好多時候就係見，喂，之前中特股升咗好多上嚟，個嚟嘴，咁跟住講緊高位掉落嚟嘅時候止蝕，咁合理啊。但係如果你經常性喺個反覆市上面，經常係高買低沽啦，咁會有一種叫做得不償失嘅狀況。咁所以我覺得就結論上面都講緊今年唔適合短炒，而家個市況係引證翻。咁但係嗯你話講緊嚟緊未來呢啲位置啦，我覺得都係不適宜睇得太淡住嘅，除非就真係嚟緊未來成交好活躍地咁樣沽落去啦。咁就真係要小心啦。相反地，你嚟緊未來可以留意一啲嘅指標。嗯我覺得人民幣走勢會係一個比較領先嘅指標，因為而家市場擔心就係個經濟狀況轉差，咁資金走，人民幣固然係會跌先。咁而家講緊人民幣嘅跌勢係都比較明顯嘅。咁但係你講緊一旦干預，一旦市場信心翻嚟，你話要有個勢頭，好似升穿翻七算咁，升穿翻七算，可能個指數都上翻2萬點啦。咁但係起碼個人民幣個貶值勢頭喘定翻、穩定翻啲嘅時候，先至慢慢入市。所以呢啲位置我個結論就係，唔需要好心急咁去買嘢，但係如果你之前買咗嘢嘅情況下，或者我之前都有叫大家買嘢嘅時候，可以繼續守住嘅，唔需要話太擔心。始終唔係大成交跌落去，咁但係最好抱翻啲中線投資心態為主咯。短線嚟講，個市就係上上落落咁，咁喺上落市上面就要小心啲。就如果你經常性用一啲破位去追嘅技術走勢嘅炒作方法啦，長遠唔係唔得嘅，但係喺短期嚟講呢段時間上面啦，咁帶來嘅損失其實都可以幾誇張嘅。咁所以我覺得暫時嚟講就一動不如一靜咁，暫時嚟講抱個觀望態度，先睇美債上限嘅問題先啦。唔排除去到最後一日6月1號，嗯即係講下個禮拜翻到嚟嘅時候，就係講緊睇下先，就31號，可能嗰啲時間都仲未傾得掂。咁個嗯市況到時候驚啲。咁但係如果你話去到嗰啲位置，喂，反正得一日嘅時候，你咪搏埋佢，有條件啦。但係而家你講緊仲爭成7日喎，咁所以咪睇定啲。所以成交今日預咗短期嚟講仍然係會比較低迷。咁呢啲位置你又要人氣我取，夾硬去買嘢嘅情況下，咁就會比較難搞㗎啦。